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0月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民政局每一档拢会举办表扬大会，肯定林里长的辛劳。今年较特别的是五条港里长沈连哲，同时得到特优里长加驻青里长。另外，嘉义区的里长陈老李，这是服务超过62档，上届驻青，也有百岁林岁罗通文，伫个大内嘛服务超过50档，成为年纪上大的里长。为了奖励第一线的基层人员，民政局上午正式表扬108年度特优里长、节优的民政人员甲驻青的李连长，由市长吴伟哲亲自为154位得奖者表扬，肯定因是守护社会安定的力量。今年上届聚会，咱的罗通文林长，伊服务超过53档，本身100岁吼，100岁做林长，这实在是非常不简单。所以在此向各位资深的里长、各位资深的里长，以及各位资优的这个里长，优良的里长，来非常做各位敬意甲谢意，祝福今日典礼当圆满。其中，伫驻青的领导当中，服务已经超过62档的嘉义区陈老李，伫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伊愿意继续服务到100岁。嘉义区嘉华里第6年，我做领导较近62档咧，我所服务的即个人民咧，大家拢会感谢我讲我服务袂甲人歹，所以呢，我出去呢，大家拢会尊敬我。讲安尼服务真好安尼，我继续服务到我会使讲100岁年老呢，我会就勇敢来服务安尼。我感谢咱政府呢，对咱这个百姓呢，这照顾呢，我非常的感激。另外，今年特优的里长有11位，嘛代表台南进一步得到内政部特优里长的奖项。其中，中西区五条港里长沈连哲的同时协办特优甲驻青里长的荣耀，上届抢赢。在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对于社区的推动，那有就是在以前的话，海岸路淹水的时候，整治海岸的配合市政府把海岸路淹水问题处理掉。再来就是推动国华街的美食街。我们在这个街道上，其实现在大家看到就是很多的观光客，事实上我们在这过程中经常性的办活动封街，那是大概很多人是没有看到的。然后现在这个20年之后，有很多人都已经老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在推动的是社区关爱据点，我们也会老了。那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有能力的时候去推动一些社区，让社区能永续。而且现在社区都老了，老化很快速。那用健康的老人去带领亚健康的老人，来推动整个社区的向上提升。民政局表示，表扬不只是一种荣耀，嘛是以后对市民的责任甲承担。希望所有民政体系无反省，继续努力，持续欢迎和政府甲民众沟通的桥梁。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树顶行政宫上午举办手祭祝圣大典，由立法院长苏家全主持开锣仪式。这典全程依照鼓励进行，为国家向神明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树顶行政宫伫民国100年恢复春秋祭典，重现清朝关庙的祭典科仪。行政宫今年手祭就伫咧3日上午举行，全程依照鼓励进行，场面庄严隆重。庙方今年邀请立法院长苏家全主持开锣典礼，并担任手祭大典的初献礼、正献官。甲
进，一上香拜，再上香再拜，三上香三拜。咱行祭宫每一年拢有两个大的祭典，一个是春天的春祭，春天的祭拜的大典，一个就是咱秋天祭拜的圣典。那么家全有这个荣幸，会当接受吴董事长的邀请，代表蔡英文总统来参与今日的祭典，我无收气函来互我做正献官，这点特别甲董事长致12万分的谢意。苏家全表示，因为行政宫边仔就是佛教观音亭，虽然是无共的宗教，但是会当共存变成信仰中心，这也是世界上真少见的，显示出台湾信仰的自由。咱行政宫，咱的隔壁就是大观音亭吼，这一个是佛教观音菩萨，一个是道教的保生大帝。咱这两间庙是台湾唯一会当讲咱的观音菩萨、保生大帝、行政宫安尼做伙变成咱大家信仰的一个中心，这是伫咱全国甚至全世界足歹看。一般的宗教无共的信仰互相会冲突，但是咱台湾因为宗教足自由，所以咱会当无共的，咱大家所敬仰想要甲拜、要甲祈求的神明，咱拢会当斗阵做伙，咱来甲祈求，会当普渡咱的众生。人讲，咱人的头壳三尺都有神明，因都是咧保庇咱。有烧香就有保庇，这拢是咱大家知影。所以伫今仔日，咱的秋季、秋季秋天，咱要来祭拜的大典特别等下咱拢做伙，包括咱的陪献官、咱的左右献官，咱拢来祈求，除了咱家己，嘛祈求规个国家会当非常的舒适，人讲国泰民安、安居乐业。树顶行政宫举办春秋祭典，除了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另外嘛会当透过宗教信仰安定人心，互人民心灵有所寄托，社会嘛搁较和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让科技大学的学生会当提早进入职场，累积工作经验，甚至成为企业培训的人才，市府劳工局积极媒合企业甲学校。3号下晡，省官学3方面也正式签署合作，而且市长嘛挂保证，由市府所牵线，拢是优质的企业，要将好人才留伫台南发展。市政府成为台南上大的服务团队，甲企业、学校拢是合作关系。即摆劳工局要做媒人牵红线，包括中华医术、台南应用、嘉南药理、甲昆山等4间科技大学，做伙甲在地美妆企业签署合作，以后将透过业术的教学、企业的实习以及留下人才等3大方向，由省官学共同培育。还有再来提供，谢谢，真的是非常谢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我们市长见证之下，台南市的见证之下，能够结合企业跟学校，之后发现说他们对公司确实是需要人呐哈，这个人的那个招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是一家很专业的代工的化妆品公司，在内部的这个掌控管理，这个都是来自我们也有这刚好很顶尖的这4所名流学校，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给你们毕业的还有在学的学生，都是在我们公司现在目前都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一次有透过我们市长、局长这边把这样的一个牵线，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打这个团队战，希望能够因为我们学生在学期间就可以在不断的去做企业的参访，
或者是夜市的协同教学，到我们本身的在实习，甚至实习或者留用，到最后我们本身呢，政府希望，尤其是我们市政府这边，希望我们说在台南就学就能够无缝接轨就业。您讲对不对？有了哈。要努力推广实习的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很高兴、很荣幸能够媒合优质的企业跟优质的学校，彼此中间能够做一个合作，能够让好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在政府挂保警，还有政府去做一个筛检的情况下，能够到好的企业去工作，以免这个有时候碰到一个血汗工厂，或者是碰到这个诈骗集团。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还是陆续推广下去。电控原本专业生产化妆品塑胶包装的制造商，已经成功转型为国际化妆品牌大工厂。即摆提供25个实习的机会，加30个暑假攻读的机会，让学生毕业得当顺利就业，嘛将好人才留伫台南发展，做伙过生活。台南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有2位年轻导演康俊伟甲许大牌，结合一定包括发型、彩妆、服装甲摄影的年轻艺术家，做伙经由拍片呈现版的文化。日前举办成果发表会，透过议员创全力牵线，包括市府观光旅游局、甲经发局的官员拢出席，并且将创作图片关予市府作为公益使用。你捌想过从台南的美食透过艺术平台来做呈现吗？亲像观察棒、沙白鱼，或者是小个米粉等，结合发型、彩妆，透过专业的摄影师镜头，做成艺术的作品。有一群来自各地伫个艺术领域有相当成就的工作者，包括曾经得过45届金马奖的最佳造型赛道康俊伟，甲创立造型沙龙的吴可涵团队。创立以玩味台南文化为主的台南好时髦，并且伫个日前发表。如何把这个创作的过程甲概念会当传承予阮的下一代的少年仔？所以，阮即道特别对足侪所在找来足侪迄个艺术家，所以看到阮即道炸牛肉汤有沙白鱼，有小卷米粉，还有柠檬珍珠豆花。观察棒，还有担仔面、图像化。毋过你会当看觉，其实阮遮个相片毋是值钱的艺术品，真正值钱的是啥？值钱其实是内底咱台南足侪足好食的、足好耍的。尤其是咱生活伫遮个人，包括足侪愿意留一个台南继续做工课，而且拍拼的少年仔。我希望讲，用到即道活动的机会，来互因有一寡启发、一寡启示。我跟导演也认识10几年，那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有关于人生的一个创作。因为导演接触的领域，他做的东西会是比较高端的。那我们发型一般来说是做的比较是接地气的。可是，因为熟识的过程，在设计领域的东西，我们都有相互的交流，所以我想要把在地台南的发型文化、发型设计师，一起分享，一起参与这个创作，或者是参与一起学习、推广，让台南在地的产业、美发产业也可以走出去，不只是推广小吃的这一个部分。我希望可以协助台南的美发产业市场走出国际化。透过议员创全力牵线，包括观光旅游局长陈信安、经发局的专委，甲友爱商圈的理事长朱文庆，拢到场参加，表示肯定加支持。我们的赛导，他本身也是第45届的金马奖的造型设计的得主哈。那同时他也跟这个李安导演当时的这个少年派里面的造型设计很多，不是吗？在里面协助帮忙哈。其实他也参与过很多的一个协助帮忙的一个造型设计哦。那么他从以前到现在他们所累积的能量能够这个把它透过这样的一个片一步一步的把它散发出来那也希望透过这个片来达到大家这个对整个
整个这个作者他要阐述的这个意义哈。台南有这么丰富的美食的文化，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多勇于发想的年轻朋友哈，不管是从法兰的设计，从空间设计，从各个面向呢，大家一起来努力哈，可以呢让台南的城市形象、我的城市品牌呢进一步 update。我们台南现在也很希望能够用台南.com的这个城市品牌哈来发挥，让大家一想到台南就想到哈我们的一个各式各样的新的一个城市形象，然后就知道来台南玩什么、吃什么，好，还有来台南体验什么。发表会以创意办桌的茶会方式，现场提供简单小而美的办桌美食，创意团队并且将作品捐赠给市府来做公益使用。另外，还有一支短片动画，因为还未完全完成，未来将持续创作。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为了应应台南饮水的问题，市府水利局特别采买全新的移动式防水洞帮，3号上午举办实际演练。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出席视察，希望防水洞帮会当彻底发挥功能。好，现场各位嘉宾，现在是我们演练的是，我们用2台抽水机的水量，我们明显的增多，让我们展现的是我们挡板的一个强度，真的是不错，非常好。好，我们再度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会使看到抽水机将大量的水抽到路面，拍着红色的防水设施，但是水并无冲过去。这就是水利局全新采买的移动式的防水挡板。市长王伟哲3号上午也特别到将军区的蔡坤新社区了解这届演练的状况。市长表示，目前台南市有1100片的防水挡板，未来也会持续来采买，为减少饮水的损失做好防备。头拄大家看会到，会当挡到50公分遐悬，所以咱的社区也好，咱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也好，咱的庄内路的迄个路口也好，准啊用这个防水挡板，我想是真方便，而且足紧就会当装，足紧就会当拆，嘛免要用这个防水闸门安尼踩2支条啊，还佫足贵。所以呢，但是上好是莫淹水，但是大自然的力量有当时毋是咱会当控制。但是如果淹水的时候，咱有新时代科技的这个产品，当然即摆现出是台南市甲台南市有400片，水利署补助咱725片，煞来1001片。咱希望台南市咱若变寡经费，佮加买寡，加采购寡，水利署也加补助寡，咱嘛自立自强。希望讲咱的社区、咱的市民、咱的这个里长也遵守对
大家当用的时阵吼，上好是无灾无厄啦。但是若拄到即个水来的时阵，咱真紧就会当来即个自救吼。我想即部分台南市政府原来会阁更加来努力。甲传统的沙包比起来，这个防水挡板更加方便轻巧，更加耐用。每一片大概3.8公斤哈，那它整个装卸大概1分钟可以装卸6公尺，那也可以拆卸哈，比较容易。那最主要它是一个环保材质哈，不易损坏。那传统式的沙包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拿那个沙的来源，哈，那要人力去装。那第二个就是堆叠的时候哈，那个整齐不一啦。那另外就是它的用完以后，它整个那个沙包的袋子可能久了就会坏掉。那你整个沙的来源就会造成那个环保的问题。水利局也将会把这个挡板分配到较有饮水的社区，并安排使用的训练，让社区会使将这个装备发挥到上大的功效。那主要放在就是我们台南的易淹水地区有一个自主防灾社区，还有公所，就是比较淹水因为量数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初步的话，我们要去找那个比较容易淹水地区，交给由社区他们自主来管理。那他们最了解地方的需求，在哪里有淹水，当大雨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马上组装。那这一个我们也会可以做交给他们以后，我们做一个教育训练。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防水挡板的话，可以减少地方的淹水那可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市府强调，未来也会持续伫治水的方面继续努力，改善做水灾的问题，搭配上防灾的设备，为保护家园共同来努力。但新闻国为采访报道。希腊雅族的年度盛典吉贝耍阿里姆夜祭2号暗时隆重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并且依照习俗用米酒冰凉祭拜阿里姆，同时向这个踏入希腊雅文化复兴的人表达上大的敬意甲感谢。国定民俗台南东山吉贝耍阿里姆夜祭，就伫咧2号暗时登场，真侪住伫咧外口的族人纷纷倒来参与，表达对着祖先信将追远的精神。也因为特殊又搁传统的仪式，吉贝耍阿里姆夜祭也被列为国定民俗，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民众观赏甲记录。台南东山的这个文化之母，也就是吉贝耍夜祭。那这个传统活动已经变成国定民俗了哈。那我们除了吉贝耍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北投洋，还有投射，还有关田这边哈。所以其实，在台南这个平埔族、西拉雅族是可以说是最多的一个地区。另外，对着西拉雅正名运动，台南市政府嘛积极投入甲行政院的协调，希望立法院会当优先审查原住民身份化修正草案，争取平埔族群的权利。我们当然要努力来争取平埔族族人他的一个权利。他本身作为一个原住民的身份，其实坦白讲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只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受到延宕。但是撇开政治的因素来看，我们在文化的层次来看，我们对于保存西拉雅文化，对于对于平埔族的族亲，大家能够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让不管是族语，不管是文化，不管是风俗，能够保存下来，这个部分台南市政府是责无旁贷的。因此，我们也要在经费上，以及在整个的老师业师上，还有对于昂姨对于一些老师傅的一个联系上，我觉得其实市政府责无旁贷，我们也会加强来做。那最重要要跟我们西拉雅文化协会能够密切的做一些协调。我想这部分我们都愿意再一次又一次的再做更多的付出。吉贝耍聚落保有完整的西拉雅信仰文化，祭拜祖先也则是夜祭祭仪中无烧香，嘛无烧纸钱，而是以猪食、槟榔、米酒等祭品来向祖灵表示上悬的敬意。吉贝耍夜祭也伫咧102年被文化部核定为国家重要民俗活动。
是平埔文化第一个得到国家认同的民俗活动，希望借此互更侪人认识并重视西拉雅文化。台南新闻总的总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5度到29度，落雨的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0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